这个消息要来关心，前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家安在内几落个人，针对到太阳花学运引起到324事件，要求国家赔偿。即马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已经宣判，认为讲台北市市政府还有台北市警察局应该爱赔偿总金额1111570块银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早有上新的回应。第一点哦。 这个我们昨天才听到判决了，等收到判决书后会再确定。不过这样啊，太阳花学院到现在已经5年了，这个判决也这个法律程序我觉得还是太慢了。那太阳花学院我还是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历史事件，不完全是司法事件。所以在我们当然是尊重法院的判决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顾虑基层员警的士气啊，特别是。 现在都说基层员警，那到当年是谁下令的？这也没有去处理。所以那现在的话，你个人你怎么看这一次的判决？因为现在就是警察的士气被打击，然后现在有传出就是说，那以后是不是变成警察都要变成消极执法？我刚才讲过嘛，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啦。 我还是把它定义成一个历史事件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司法事件。所以有时候，这个警察方面他会觉得，第一点哦，警察是奉令执行公务嘛，所以出问题也不能当是全部是基层员警在负责的，到底是谁下令的，这个还是要另外处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就是更高层级的人来为这件事情来做？那如果把它定义成历史事件的话，政治问题就政治解决了。另外一点是说，如果说警察要判，常常是这样的啊，警察跟民众互相有告诉嘛，然后民众这边全部都不起诉，那警察那边是不是同样要不起诉处理？我觉得有时候也要公平处理啊。但我个人态度是这样的，我们当然还是尊重司法判决的，但是作为台北市长，还是要顾虑基层员警的士气。可是反送中后又有太阳花事件，所以您觉得司法有没有政治上的考量？这个我倒讲，我很不喜欢谈论司法的，因为虽然我常常对司法很感冒的，但是还是希望说司法是公正公平的，是可以被人民所信赖，所以这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所以有三过程当中有没有，就算心里面不爽，我也不会去不太愿意去批评司法或干预司法。但是现在的你觉得这次公平？我刚才讲过啊，其实太阳花学院不要当做单纯的司法案件啊，它有时候要当做一个历史事件来处理，恐怕会比较好。但是现在大家把这一次的判决来跟香港反送中来做成一个对照，两边的政治情况也不太一样吧。所以那这样子以后警察执法跟民众上街来抗议陈情，这样子要怎么去拿捏这界限？不是很难。所以我每次都跟，所以我倒是讲，我对台北市的警察，然后每次都说我们依法行政，所以每次说，所以说为什么说你要申请那个集会游行，一定要收保证金，该扣钱就扣钱，该开罚单就开罚单。我每次都要求我们的警察还是依法执政，严正执法。我也觉得应该这样来啊！如果大家都开始公平公正，依法行政，其实就不要这种政治事件就会少掉。市长，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长期换到北市府遭学生闯入的话，您会支持警方强制的驱离？那第一点哦，我们在执政上面的，我们不会去做到说什么人家要来什么冲撞台北市政府，而且我们通常我们也不会太去。我认为在我执政之下，我们不会去说人家来进攻台北市政会被民众认为他是对的，是合法的。我做法一向都依法行政啊，所以你抗议就在抗议区你要怎样？我倒觉得我还是把太阳花学院定义成是一个历史事件的。他的判决里面有写到，就是说警察不应该把人民当作是敌人，以这种报复或是仇恨的心态去攻击人民。这种字眼也太奇怪了。这警察不还是这样拿哦，还是一样，我的态度是这样拿哦。我很不喜欢去批评司法，虽然有时候内心很感冒，但是这样啊，一个司法还是要成为一个人民可以相信的系统。再问一下，说陈辉文认为韩正营应该要挖角学姐，那价码出得够高啊。
你要挖得过去哦，价码出了够高就挖得过去。他们要努力出价嘛。你觉得要出多少价才有？我不晓得。所以你觉得挖角过去韩市长的那个声势就会上涨吗？哎呦，主动问这题目干什么？奇怪。市长，我们看说就是左荣泰说啊，国会未过半的话，他会请辞负责。那你崇尚科学跟数据，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他这个请辞的几率有多高吗？第一个我不算命，你知道，也不做政治名嘴啊。所以我说用科学的数据、客观的分析，你怎么看？通常越前对吧？你去念那个 YouTube 那130那个前提越清楚的时候，预测会越准。现在还很难预测。